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旧历7月时啊，真侪少年家啊，暗时颠倒爱去冒险探险，特别对找一寡较暗散的所在，有时阵是大大烦恼，万不利去抢着刷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是读做散暗散的散，读四暗散第3条。古早大语字典解说散是形容身躯的某正乱的形，会当讲是头毛正乱，咱讲是散头；嘛当讲是喙手正乱的形，咱讲是散胡或者是胡散。另外，嘛当形容散毛、散毛，形容散线的形，咱会当讲是散散或者是散呀呀。若是讲头毛创甲足乱，咱会当讲是拍散或者是破散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暗散，这是形容一个所在，让人感觉歹徛、无自在、阴气正重、正阴冷，让人感觉起价舞皮。第二个词看起来差不多，意思无同，这是读做暗散病，这是形容歹讲出嘴的镜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暗路行久会去拄到鬼，若是去暗散的所在找昏迷的，总是会去遇到暗散病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散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